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非常官僚的一个气息的建筑物，希望它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它也就像一个转角的咖啡厅一样，可以让市民可以来这里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个的一个设计是朝绿建筑那个迎击的方向来进行我们屋顶除了太阳能板以外，我们也是3合1的隔热，因为我们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采用面砖这样子的，会容易掉下来损坏伤害到居民的一个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涂料，这具有隔热，也具有清洁制洁的效果。那另外整个的一个外观造型，包括整个转角这个区政大楼它是一个水与绿，它是一个波浪在进行的。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灯光秀，它跟花园夜市刚好可以呼应，有5种不同的一个表情会出现。各个公所的行政大楼就是我们地方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我们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个洽公的一个重要据点，包括民政、户政这个新的行政大楼，还有包括托婴中心，这个完全是符合我们对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大家也知道，一旦发生地震、风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公所就兼具了一个指挥应变，还有避难安置，还有救灾救护的一个任务。所以区公所是我们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灾防指挥中心，以及救灾的一个堡垒。以最实质的行动盖一个新的区公所，其实未来的路会更长也更远，打造出一个安全然后具现代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可以提供的服务功能会更完善。那未来的服务呢？比以前更加的一个便利，停车变得方便。那还有所谓的一站式服务，你要申请户籍誊本、地籍誊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楼更设有我们的亲子阅读区，来让洽公的家长们跟孩子也有一个可以阅读的一个好地方。停车场上盖好。第2就是讲咱有托婴中心，第3就是讲民众要办的空间有够大。以前就是第1点要停车嘛无方便，即嘛搬来这，无论倒一项啦会使讲当得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接场。北区区政大楼总共要花3亿6千万，那其中中央补助9千万，地方要自筹2亿6千多万，所以说可以说，第一个花费不少，第二个大多数是地方的钱，第3个事实上对于北区新的处所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帮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务品质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动的空间，满足户政、地政跟区政的一站式服务，可以让民众的洽公更方便，减少舟车劳顿。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北区新的区政大楼走走逛逛看看，来接受奉茶，那也能够来这边洽公，一定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更开心，感受到政府满满的服务诚意。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3号至26号将伫新北市举行。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台南市代表队授旗典礼，由市长黄伟哲亲手将旗旗交付予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期勉台南市代表队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国内上悬等级的身心障碍竞技赛事。台南市顶届比赛总共得到59名金牌、55名银牌、51名铜牌，排名全国第3。今年比赛，台南市总计派出193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包含田径、游泳、倒球、羽球、健力、射击、网球、篮球、保龄球等15项竞赛种类。黄伟哲讲，今年代表队阵容会当讲是空前坚强，希望会当打破过去的成绩，得到更加好的表现，期盼选手会当公赢倒转来。我们这次的台南市的代表队可以说空前的阵容坚强，
经过2年的整备跟努力，我们今年的派出黄金队伍。那在113年2年前的时候呢，我们获得55金、51银这个54铜，那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今年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再加强、再加油，也希望能够打破这个过去的成绩，获得更好的表现。那也期待选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的观众、让全民看到，我们等着他们凯旋归来，来帮他们庆功。会中，市长委替也将市旗交付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希望台南市代表队会当旗开得胜，再创佳绩。体育总会的理事长代表了全队，老虎挥旗呐喊，让我们祝贺球队真的旗开得胜。真感谢阿毛，也感谢咱的陈局长伊接了局长了办了全国的啦，搁迄个全中运啦啥足侪种大型的，办了也真好，咱非常的辛苦。最后有只祝福咱在座咱这所有咱这好朋友，恁若辛苦，我拢会当甲你尊重，我一定甲你尊重，调咱这边的心情会当更加更上一层楼。体育局表示，将会持续积极推动身心障碍体育发展，透过完善训练资源、优化运动设施，甲扩大参与机会，打造更加友善、多元而且包容的运动环境，让每一位热爱运动的市民拢会当安心参与、尽情发挥，共同营造健康活力的运动城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台南市海上边仔饲蚵仔面积超过1500公顷，一冬的产值超过3亿。目前正是盛产的季节。台南市区议会为了行销台南的蚵仔，特别伫台南市会举办台南好棒活动，佮邀请4间知名的餐厅，分别推出限定的蚵仔料理。新鲜搁饱甜的蚵仔，互人看了嘴烂擦擦的。3月到6月是台南蚵仔盛产的季节，为了让民众食到真正来自台南的鲜美滋味，今年南市区议会推出有标奖甲属员认证的蚵仔品牌，并且来市长甲议长做伙徛台行销。建立产销履历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也无建立产销履历你这个蚵仔你这产销履历。你 QR code 扫就这样子，多一个蚵仔，多一个农民企业安尼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知道品质保证。台南不是蚵仔呢，咱是生蚝级的，所以咱是台南好棒嘿，咱是可以生食的那种媲美法国的。这届金跨界甲侪间在地餐厅合作，透过总铺师以当季食材搭配料理手法，推出期间限定菜色，展现台南蚵仔对产地到产地的鲜美味料。咱外海，咱还有6000平还袂卖掉，所以咱要加倍的努力。台南海域清气，海上白饲蚵仔养殖面积超过1500公顷，年产值高达3亿。未来南市区议会除了会持续推动南市蚵仔品牌行销甲通路拓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嘛邀请全国民众把着产季来台南食蚵仔，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渔业。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迎接妈祖圣诞，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结合开机天后祖庙，推出限量的联名小新衣，象征信用守护甲治安守护相同的力量。不止团担妈祖的庇佑，更加要提醒市民朋友爱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府城安全。正面是妈祖，变过来是警察制服，象征信用守护甲治安守护的相同力量。这是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甲开基天后祖庙所共同推出的限量小心衣。台南治安快速行动，远近直行，霸王竞技。
大家平安。趁着旧历3月23圣诞进前向妈祖参拜，同时举行过路祈福仪式，增添祝福。这届设计以蓝色为主，呼应天上福星、海上女神的意象，传达稳定甲安心的情绪。图案以Q8妈祖呈现，在圆润柔和的造型当中，犹原保留中央法相。开基天后祖庙是我们北区的重要信仰中心，也是国定古迹。本次活动感谢庙方大力支持，提供限量联名小神衣。我们除了会运用在反诈骗及交安宣导之外，也会分送给分局各位同仁，将庙方的祝福传递，凝聚团队向心力，共同来守护市民的安全。开基天后祖庙是府城上早的妈祖庙之一，见证台湾宗教文化甲历史。这回甲古分局合作，唔但要传达妈祖庇佑，更爱提醒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守护府城安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华邮政公司庆祝创办130周年，响应永续环境，支持国土绿化。高和伫南华北寮国小甲农业部林业保护署共同举办绿意邮递、蜜源起地共筑行动的揭牌，甲种树的活动，第一批将种下1600丛的树仔。伫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农业部林保署的处长王昭华，甲伫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等人的带领，首先伫台南华北寮国小的对面举行绿意邮递、蜜源起地共筑计划举行揭牌，并且种下苦苓仔、芥末、甲伫广蜡树，并台湾原生的蜜源，甲伫固碳的树种。今天来到北寮里这个地方哈，主要我们跟林保署合作哈，这个我们来种植，包括广蜡树、虎链跟芥末3种这个植物，大概会有1600株。那这3种植物都是固碳的这个植物哈，我们也希望说更积极的，过去从减碳啊，现在这个来固碳哈，来增加这个减低的这些碳对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影响。共同参与我们这个绿意传递ING， 还有我们蜜源起地的一个共筑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行动。那我想，其实今天的这个活动哦，不只是一个种树啦，其实它更代表的就是我们一个企业的力量的结合，跟我们的一个专业的科学，还有一个我们的环境的一个教育哦。那我想这是非常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永续行动。这项计划由着中华邮政将企业影像的发展融入去后的治理、绿色运输，甲着数位转型等行动，透过公司部门的协力，启动为期6档的起地服务的计划，并且由嘉义大学进行科学的监测。中华邮政它加进去的是 EDS 的部分哈。那 EDS 呢是一个所谓的从公司的经营形态到所有的执行项目。那也就是说，中华邮政已经从邮务扩展到我们所有的绿美化的环境，这对于公司的整个顾问的形象会是有相当大的提高。当然，嘉义大学是培育我们所相关的农业、林业的相关人才。那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我就有荣幸受到邀请。那以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个不只有所谓的专业人才的培训，而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知识扩展到我们对整个环境、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这届地点选在北寮国小的对面，一方面除了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的课纲，同时嘛看好北寮国小伫校长的带领，对着整个校园的立美化的用心。现场活动除了北寮国小的人领队表演，现场还佫安排北寮国小的应届毕业生来寄未来邮件，写批予6年后的家己，向前梦想甲着绿意的传承，深化邮政甲着在地社区深交的情谊。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
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伊德家国际以及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结合台湾树顶母庙举办公益关怀活动，号召由一个企业、公庙甲社团共同参与。只要是第一届关怀或者是一届捐500cc，主办单位就赠送一只龙虾，吸引未少民众去响应。由伊德家国际甲台南教育关怀协会发起的爱心关怀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延续去年关怀送龙虾活动，今年创会理事长吴国珍因为身体淡薄出问题，因此活动来延后，但送龙虾也是持续，就算运费甲原物料起价，理事长也是无少成本。就连北区的区长潘宝书嘛特别肯定协会的新公益。这次是我们宜德家国际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还以是台湾4.5庙、复兴中心会、台湾少林达摩指示会，我们就是一起联合举办这一次的有意义的公益捐血。虽然今年我小意外，但是我还是爱心不落人后继续办。去年龙虾就收到好评，5点多就有人排队，今年更早4点多有人排队，但是今年龙虾涨了3倍，我们还是坚持用青龙，每次都是那个架杠500克以上的。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我们吴理事长，他本身也是我立案在我们北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北区的光荣，有理事长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捐血活动，而且就算他最近身体有点微恙，他还是愿意持续来做这样的一个捐血的一个活动。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回馈给大家。那今天呢，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这一只龙虾。那我记得去年也是一样有提供龙虾，只要捐满500cc就有送一只龙虾。我想这是理事长对社会上的一个回馈。现场出席的除了树顶母庙主委、北区区长，还有侪位的民意代表、议员嘛拢到场，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已经几啊年啊啦，系啊，几啊年啊啦，所以真感谢伊，甲这个活动对社会福利真好，我先甲这个会长感谢一下，非常感谢我们吴理事长那也结合了很多社会各界的力量，那有宜德家国际，那还有我们台南爱在台南教育关怀协会，那同时理事长也是吴氏中心会的重要的干部，那所以今天很多吴氏中心会的朋友因为亲董，然后也到现场，那当然还有很多各界关怀我们台南捐血的各位很多协会，包括达摩协会等等，都一起来挽袖，然后那我想每个礼拜都需要趁着周末的时间，来感谢我们社会各界一起来募资更多的资源，然后来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捐血。由宜德家国际甲台南教育关怀协会共同发起的爱心关怀活动，今年吸引更多年轻的企业来加入。现场除了活跳跳的龙虾，还有烟肠、鸡蛋糕等大位来赞助，互整个庙埕就亲像一个市集同款，吸引未少的年轻族群。各地学生共同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英上港电影电视科第26届毕业成果展，看不见的视角，伫学校的礼堂盛大登场，邀请家长甲各界贵宾到场观赏学生3天来学习的成果。伫展览进前，影视科3年级的学生更加是行出校园，前往永和病院附设安养中心进行公益巡演，用戏剧甲歌舞的表演来陪伴长辈，提前为毕业展来暖身，也互艺术进入社会角落。来这边其实也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交了很多好朋友，觉得其实这3年过得其实蛮开心的。南一影视科第26届成果展内容丰富，涵盖影像创作与现场展演等多元形式，动静态作品同步呈现学生专业能力。校方也特别规划校外演出，学生将毕业展节目重新编排，加入歌仔戏与经典台语歌曲，贴近长辈喜好。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不仅拉近了世代距离，也展现年轻学子的创意与活力。
他们在这个戏剧过程当中，就是整个展把它当作成一个戏剧来演出。那这个戏剧是他们这3年的所经历过的一些时间，然后把它浓缩成戏剧，然后把它演出来。那特别是在影视科这个大家庭里面，他们不管是在排戏的过程，或者是拍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状况，但是他们今天都把它融汇在戏剧里面去做演出。那我想这也是让学生跟家长能够看见，这群孩子其实在影视课里面学到的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浪费时间的，而是他们有能够真正自己发展的一个空间，那也帮助他们的未来可以有一条很好的出路。影视科主任蔡家璇表示，影视创作不应局限于镜头与荧幕，更应承载的人文关怀。透过走入安养中心与长者互动，学生学习用表演与影像传递情感，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让艺术成为服务社会的桥梁，也让外界看见高中生的正向力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桃园机场坐稳边仔的饭店业者，主打食甲饱西餐厅，甲一般的午晚餐以及下午茶营业模式无同，推出全新600块有找的高 CP 值早午餐，结合鼓山在地小农资源，推出一系列限定的美味料理，对着镜头做回来看卖。主厨在锅炉前现点现做美味料理，一旁还有各式各样的自助飨宴。我在桃园机捷旁的饭店业者主推的吃到饱西餐厅，有别一般的午晚餐跟下午茶的营业模式，推出全新600有找的高 CP 值早午餐，强调慢食享受精致生活，并结合在地食材推出一系列限定的超绝美味料理。从早上的10点半到下午的2点，有新推出我们的早午餐 brunch buffet。那这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的时段有横跨了早上跟下午，可以尽情的吃。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场的菜色也相当的丰富，像我们的热食区就有10几道，尤其是我们加强了我们的现点现做区，我们有跟在地小农合作，有推出苦茶油面线来凸显我们龟山在地的食材。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推出在地小农的茶葱馅饼，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手工做的一个鸡蛋糕，是可以看丝的，我们放很多的 cheese， 非常的好吃。除了基本的沙拉吧、咖啡饮品、甜点跟餐食，现点现做区是餐厅的一大招牌，尤其是特制的海鲜粥跟海鲜面，用料实在，每一碗都会有一整颗的鲍鱼，让许多消费者直呼超级划算。全新的早午餐时段跟餐食也带来不一样的用餐体验。尤其是我们的现点现做区，还有特别为大家准备鲍鱼的海鲜粥跟海鲜面，里面都可以吃到非常大只的虾子，还有鲍鱼，非常的丰富。就来了之后，其实蛮意外、蛮惊喜的。就是我刚刚像我吃到的现点现做的苦茶油面线，吃起来超级香，跟我也想说，看着苦茶会不会很苦，或者是不好吃，就是颠覆了这个印象。那再来就是还有那个海鲜面的部分，我本来想说，可能因为它是吃到饱，可能它就只是放个一两个蛤蜊啊，或是什么少少的什么海鲜火锅料，就是应付过去。没想到它就是真的是用料也不手软，用了鲍鱼，用了大虾子，然后还有蛤蜊，真的很好吃，超级推荐。西餐厅的午晚餐buffet价格都要上千，但是周一到周四特有的早午餐时段，现在搭配优惠只要600元有找。周五及周末还有限定的日韩美食餐点吃到饱，不管是想吃清新又在地的道地美味，还是重口味的日韩餐食，都能够好好品味。然后我们的田园早午餐的价格也相当的优惠，我们的价格每个成人是680元加 10%， 但是呢，在5月底以前，我们每一个人呢还可以会员可以减免100元，等于每个人可以用600元不到的价格就可以享受这么多丰富的美食。饭店业者新推出的早午餐吃到饱，强化了现点现做比例，有各种鲜食选项之外，也结合龟山在地小农资源，运用苦茶油等特色食材，开发限定菜色，深化在地连结，提供民众弹性用餐跟社交聚餐的新选择。这赖我一头报道。伫顶清湖园区更新高岭自然生态公园启用，双湖公园升格以后，高雄市阁将要伫顶清湖北边新增加一个全新的绿色秘境，包括一载铃兰步道以及地风池。
未来启用以后，将会成为民众休闲的好去处。树林茂密，绿草如茵，走在蜿蜒步道上，仿佛走进绿色秘境。这里是澄清湖北侧一处全新绿地。高雄市政府以树林、植栽、步道与滞洪池等，营造出绿色秘境，整个绿带相当幽静。还可以啊，会使啊啦。你做建设吼，高雄佚佗的人要佚佗的所在愈侪啦。因为这安尼对大庇护规个安尼吼，会使啦。袂歹啦。公园处现在规划大概会有20公顷的一个新的绿地空间来提供给市民朋友来使用。那个区位是在仁武跟鸟松的交界的地方。那过去长时间以来，其实都是荒废在那边，然后藏污纳垢。那现在市政府的整个的整理的进度已经进行到曹公新郡跟以前救国团的这样子一个空间的区位我想包括。国岭公园、双湖公园、澄清湖公园这样子陆陆续续的把整个澄清湖畔的这些公园绿地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这个可以提供市民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休息空间。这一处绿色秘境位于澄清湖北侧，土地区分包括公26、特关与74期从化区，现阶段开辟场域约20公顷，可串联澄清湖园区、国岭自然生态公园以及双湖公园。位于澄清湖北侧的公26及特关用地，总面积约20公顷，因长期缺乏整理，杂草丛生，环境凌乱，市府相关单位同步针对环境进行整理优化。工务局全面进行杂木杂草清除，补植树木，铺设草皮，并建置步道系统，令水利局园区打造容量达 1.65 万吨的滞洪池及规划防护步道，兼顾防洪及景观功能。场域整理优化后，将开放市民休憩使用。这一处绿地不但可与澄清湖串接，距离鸟松、仁武区也很近。早期主要为救国团营区使用，未来可望成为民众优质休憩场地，让大家轻松走走逛逛。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
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